歡迎參加香港都會大學長者學院樂齡之 NET 新世代 Smart Play 康體通課程。今個單元喺前言。今次課程將介紹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，即係康文署推出嘅全新智能體育及康樂服務預訂系統 Smart Play 康體通。呢個系統係2023年11月9日正式啟用，取代咗使用超過20年嘅康體通 LeisureLink 嘅系統。值得注意嘅係 Smart Play 嘅中文名仍然沿用現有大家較為熟悉嘅系統名稱康體通。Smart Play 全稱為 Smart Public Leisure Activities for You， 主要為市民提供方便嘅康樂設施、預訂及活動報名服務，尤其適合希望保持健康生活嘅長者。透過新系統，市民能夠更輕鬆參與各類康樂活動，促進身心健康。接下嚟，我哋會介紹新版 Smart Play 同舊版康體通 LeisureLink 嘅主要區別。Smart Play 除咗擁有更友善、更現代化嘅手機或電腦用戶界面，更可以支持1萬名用戶同時登入系統，而舊版本只能夠支援1000人同時登入，所以新版本容量躍升10倍，用戶可以更方便登入進行預訂。Smart Play 仲新增咗多項實用功能，包括支持多種電子支付方式、即時天氣警告通知同埋個人化服務，例如活動優惠同活動提醒，並且能夠即時推送場地運作等資訊。簡單嚟講， Smart Play 係一個全面升級版本，提供更有效率、便利同埋貼心易用嘅服務。課程教學重點，呢個課程將會涵蓋4個單元同埋1個小測驗，仲會通過教學短片介紹 Smart Play 嘅使用方法。課程嘅主要教學目標包括：第一，了解 Smart Play 嘅功能同埋對用戶嘅實際幫助；第二，掌握 My Smart Play 流動應用程式同埋網站嘅下載與使用方法；第三，熟悉帳戶設置、設施預訂同埋活動報名嘅操作流程；第四，認識常見問題嘅解決方案同埋支援渠道，確保可以順利使用。喺下一個章節，我哋將會具體講解點樣下載 My Smart Play、開戶同埋進行基本設置。呢段影片係由香港都會大學長者學院提供內容同埋製作。